生嘅開始。嗱，黃洪通過高考入到北大之後呢，重新走向數學研究。可能一般嚟講，大家諗到嘅經典嘅劇本就係佢就如果係咁有天賦，係咪？咁就讀研啦、考博啦，跟住留低做呢個數學系嘅老師啦。但係唔係喎，佢唔係咁簡單嚇，佢就繼續深入做研究。咁啊，包括鄧旭都係嘅，佢喺競賽體育當中咧展現到嘅數學天賦咧，亦都提前入到咗數學探索嘅道路。咁佢哋喺真正入到研究領域之後咧，面對嘅其實係同一個世界嚟嘅。首先，從做題到研究，面對嘅問題咧發生咗變化。無論係高考啦，定係數學競賽啦，本質上面對嘅都係嗰啲已經存在嘅問題。咁題目係有答案嘅，方法咧都有規律嘅。經過訓練之後咧，小朋友係可以不斷地提高解決問題嘅效率。咁但係數學研究咧，即係佢哋而家做緊嗰啲嘢啊，係唔同嘅世界嚟嘅。因為咧好多時候研究者面對嘅問題咧，可能係冇標準答案嘅，提出嘅方法可能係行唔通嘅。一個方向探索幾年啊，都可能最終計下係冇結果嘅。咁如果接受咗你可能長達幾十年嘅付出，依然都係無解嘅話，係咪仲係會有熱情去投入呢？咁呢一種對於未知但仍然無懼嘅能力呢，恐怕先係做數學研究嘅最大嘅支持啊！即係你仲可以堅持落去，可能你行嘅一條係掘頭路嘅，你而家喺度賭緊啊！咁但係佢哋依然都係咬住牙去堅持嗱，呢個即係人嘅品質啊，我覺得先至係真係難能可貴啊！第二就係真正令到佢哋走進數學研究嘅呢，唔係相同嘅經歷，而係相似嘅能力啊！嗱，當我哋咧將視線從高考分數啊、競賽成績呢啲嘅標籤上面移開呢，我哋會發現黃洪、鄧旭身上最重要嘅共同點呢，就唔係佢哋曾經行過邊條路啊，而係佢哋面對問題時候嘅狀態。佢哋都可以長時間停留喺一個冇答案嘅問題面前。呢個例子可以研究2個星期啦，一條路行唔通嘅話就換種方法啦，唔急住去揾現成嘅答案，而係願意繼續思考。呢一種能力呢，可能比單純嘅成績更加可以決定到呢個細路仔係咪適合數學研究。譬如話佢會唔會主動去揾更有挑戰嘅問題啦？冇考試冇獎勵嘅時候，係咪依然願意繼續去探索啦？一條題諗咗好耐都冇結果嘅時候，佢覺得係挫敗啊，定係越戰越勇？唔得，我一定要挑戰你，我一定要諗到你為止呢。真正嘅數學興趣呢，就唔係每日都訓練啊，而喺遇到問題嘅時候呢，願意深入。撇開好似啱先所講到嘅天才啊、學霸、競賽金牌呢啲標籤呢，真正中意數學嘅人呢，並唔係生活當中只有數學嘅，可能都會中意建築啦。好似黃洪一開始所諗嘅，會心大心細轉去建築啦。亦都可能會好似鄧旭咁樣呢，既有運動圍棋，仲有二次元啦。咁其實熱愛一樣嘢唔等於要將每日去塞滿去訓練嘅，而係一種長期存在嘅選擇。當一個值得研究嘅問題出現嗰陣呢，佢哋願意坐低，不計時間同埋精力將佢搞明白。呢個好關鍵啊！呢個係長期嘅選擇嚟嘅，所以判斷佢啱唔啱數學領域㗎啦，就唔係只係睇佢嘅成績係幾高啊，而係睇下佢呢有冇保留落嚟嘅探索未知嘅能力。對於真正中意數學嘅小朋友呢，家長可以做嘅，或者唔係急住幫佢規劃一條所謂嘅成功路線嚇，而係提供翻啲難啲嘅書、啱嘅老師，同埋呢一段不被頻繁催促嘅時間。數學呢未必會成為佢嘅職業嚇，但係呢一種面對未知問題嘅時候，願意去自己揾資料啦、嘗試方法啦、耐心解決嘅能力呢，係會伴隨佢好耐，甚至乎一世㗎。啲人係咪咁黐線？係咪咁傻㗎？錢多真係網上講得冇錯，人傻錢多，仲要戇居居咁。中意睇廣場舞大媽，叫我哋嘅主播跳送100萬俾佢，佢哋有病啊！真係白曬笑死我啦！喂，營中金，你過嚟睇下，呢條咁嘅茂利就戇居居，中入廁所當茶居，送100萬，送咗500朵藍色妖姬俾我哋嘅主播 Lulu 睇廣場舞啊！係咪老細係咪好人氣咧？係嘛？真係邊有咁多人咁無聊咁戇居？多咗幾多人睇你唔知啊？啲粉絲量暴漲，
即係你話如果多幾個呢啲咁樣嘅戇居佬，我哋發達都似。喂，唔好咁多嘅袁總監，我諗到你咋就能同我招一扎廣場舞大媽翻嚟做主播，叫我哋就對住個 cam 喺度跳廣場舞啊！等啲人送藍色妖姬啊！啊，每人送500朵發達啦嘛，係嘛？好似 Lulu 咁，人家送500朵藍色妖姬俾佢啊！老細啊！啊，你真打算招大媽翻嚟？佢啫。老細啊，其實呢個阿斯頓馬甲叫個阿斯頓馬甲個名都衰過人㗎。就企喺你面前。啊！你扮？係啊。講嘢你咁有錢咩你？唔係啊，咁呢即係虛擬數字啊嘛。啊！你做 show 啊你啊？唔係咁我諗住谷人氣啊嘛，咁你個人氣咪上咗啦係嘛？咁又係喎係嘛？你幾多人過嚟係嘛？嗰隻咁嘅主播 Lulu 平時都入下咁樣，得個200-300粉，居然而家暴漲到2萬幾粉，仲喺度上緊，而家3萬幾添啦。係咧。都離譜喎！老細。喂，我哋平台多咗好多，喺嗰個排名當中排前咗12位啊！係啊，老細。真係犀利。其實咧，我就意思係叫啲網紅佢哋跳廣場舞大媽嘅嘢，咁一種反差先得啊嘛。所以話你都唔就米氣啊！最關鍵咧唔係跳廣場舞嘅問題啊，係100萬嘅問題，你識唔識㗎做運營總監？而家成網啲人都喺度發緊，喂，呢個100萬嘅土豪咩人嚟？咁揼水咁有錢嘅，你咋就同搞起佢啊嘛！即我繼續扮呢個阿斯頓馬甲啊！梗係啦，趁住而家人氣咁猛係嘛，3萬幾嗱，我同你講死任務。你同我搞到佢起碼10幾萬粉先好收手啊！或者再諗其他嘢啊！食住呢條水上，搞紅佢，搞大佢，搞盡佢，知唔知？收到。我係 Lulu啊！我今日又嚟同你傾偈啦。未開始嘅時候又要唱首歌啊！嗨！哇！直播室好多人啊！嗨！好多新朋友啊！嗨！Lulu 姐你好啊！你而家好紅啊！有小弟弟你又嚟啦！係啊，我今日都唔敢送玫瑰啦，人哋送藍色妖姬送咁緊多。要啊！我哋咁犀利係咁意送2支玫瑰，姐姐都好高興㗎啦！等我儲夠錢先嚇。靚仔借過。馬甲哥你又嚟啦！土豪出現啦，送我係你大阿斯圍頓馬甲，各位好。馬甲哥啊，我幫你準備跳10次嘅最原民族風㗎啦！咁你係咪打算送1支嘅彩色妖姬度？呢個 Lulu 啊，我同你講1000支實在太少，我打算送5000支。5000支藍色妖姬啊！冇錯。好傻㗎，黐線啊！有錢你唔俾啲我，亂咁掟，我係白痴嚟㗎。我要還啊！送5000支，Lulu 你係跳到抽筋為止。我要見抽筋啊！馬甲哥，跳幾多次啊？最原民族風我跳啊！哇！等等我哋又跳啊！我話10支都還我啊！ Lulu 係咪好開心咧？但係，自從上次我送咗500支藍色妖姬俾你，你已經轟動咗全場。本來我今日諗住送5支，但係，我老豆知道咗呢件事，佢而家 cut 咗我張銀行卡。咁即係關咗你水喎！冇錯啦。死學嘢，晒我啦！喂，馬甲哥啊，條片係乜水啫？你好出名㗎嘛，馬甲哥！我唔係好出名，我都同你講過，我係阿斯頓馬兵嘅大佬，阿斯頓馬甲。點解你咁㗎？你唔需要知道我係邊個，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知道我係邊個，咁你就喺世界富豪排行榜嗰度查我老豆啦。馬甲哥，原來你係咁年代好嘢！我請嘅運營總監有料到啊！好大啊，係咪幾好咧？係嘛？幾好！而家個粉絲量勁到不得了啊！由30幾萬暴漲到70幾萬，你招使得？我好贊成。喂，問題係咁樣喎，
呢度勢唔可以俾佢輸蝕咗落去啊！你打算下一步點樣催谷？點樣炒作？馬上繼續將人哋谷上去，我哋呢個平台咧成為第一嘅直播平台。啊，老細，我已經諗好咗㗎。諗好？我諗好一個非常完美嘅結局。點啊？我就打算要呢個亞斯頓馬格。啊佢因為太愛呢個咁樣嘅 Lulu 啊！啊，